大家好，我係文峰，歡迎嚟到文峰智慧講堂。我哋成日聽人講一句俗語，叫做落地哭三聲，富貴命生成。意思係話，一個人在出生落地剪斷續帶，傳出第一聲喊聲嗰一刻，佢一生嘅基本命運格局就已經被天地間流轉嘅氣場牢牢鎖定咗。但係好多朋友並唔知道，喺我哋生辰八字嘅年月日時，呢四個支柱入面，到底邊一個對我哋命運嘅影響最大？有人覺得係出生嗰一日，亦有人覺得係出生嘅具體時辰。不過你有冇想過，同樣係呼吸呢一口天地之氣，點解有啲人一生順風順水，有啲人卻舉步維艱？呢之中到底隱藏住啲咩不為人知嘅玄機？老祖宗喺八字命理學之中留落嚟一句鐵律，叫做八字以月令為題攤。呢個月令指嘅就係你出生嘅龍度月份，佢代表咗你出生嗰時天地間嘅氣候變化，更決定咗你成長命盤之中接近40%嘅能量強度。可以話出生月份就係你呢一生嘅命運指揮官。如果你覺得出生日期決定咗一切，咁你就真正錯過咗掌握命運鎖匙嘅機會。其實呢個被稱為題攤嘅月份，究竟係點樣喺暗中操控住你人生接近40%嘅運勢力量呢？今日文峰就要借住呢個天機同大家傾下，喺龍嘅12個月份入面，有邊3個月份出生嘅人嚟頭最大？天生就帶住極深嘅宿世福報，無論你後生嗰時經歷過幾多坎坷，食過幾多苦，只要你生喺龍烏嘅呢3個月份，你嘅一生就注定係先苦後甜嘅上等命。中晚年大運一到，必定大富大貴，子孫賢孝。呢3個月份出生嘅人，點解能打破普通命盤嘅寒熱限制？天生就帶住一種幾乎無法被削弱嘅貴人同財力氣場。呢個究竟係宿世嘅福報，定係天地磁場嘅特殊偏愛？好多人覺得人嘅命運應該睇邊一日或者邊一個時辰出生先啱。其實唔係，喺易經嘅系統入面，月令代表住天時嘅氣場。你想一想，生喺烈日炎炎嘅龍巳6月，同生喺寒風烈烈嘅龍巳月，兩個人嘅生命磁場同性格可以一樣咩？喺我哋揭開呢3個神奇月份嘅面紗之前，我哋要先明白一個至關重要嘅道理：命運並唔係一成不變嘅死水，而係一個流動嘅氣流。咁樣，呢個氣流究竟係點樣喺特定嘅時間點徹底激活嗰3個月份出生者嘅超級大運呢？月令唔單止決定咗你體質嘅寒熱，更代表咗你同父母嘅緣分深淺。你呢一生嘅根基係咪穩固？有啲月份出生嘅人，月令氣場極其溫和平衡，或者帶有天生嘅天德月德貴人星，咁樣嘅人，就像係喺春天最肥沃嘅泥土入面播落去嘅種子。即使後生嗰陣遇到乾旱或者風雨，只要根基喺度，一旦到咗中晚年大運契合嘅時刻，就會迅速開花結果。今日我哋要講嘅呢3個月份，就係天地間氣場最圓滿、福報最深厚嘅黃金月份。我哋先嚟傾下。第一個天生帶福報嘅月份，嗰個就係龍蒙2月。龍蒙2月喺24節氣之中，正值驚蟻同春分。呢個時候，天地間嘅萬物開始復甦，草木萌芽，春意盎然。生喺農曆2月嘅人，喺商學同命理入面屬於春木之命。你嘅性格通常好似春天嘅楊柳一樣，極其溫和善良，而且內心有一股無法被截斷嘅魂性。你係一個極之重感情、懂得為人着想嘅人。但係呢種看似溫柔嘅性格，點解喺佢哋後生嗰時，反而會成為佢哋以免受挫，甚至俾人背叛嘅導火線？呢個難道唔係一種命運嘅捉弄咩？喺財運同福報上面，龍2月出生嘅人，最大嘅優勢就係貴人運極強，因為你性格溫潤，人緣極好，喺人生嘅每一個關鍵轉折點，往往都會有貴人主動伸出援手，幫你渡過難關。你可能喺30歲之前，因為心腸太軟，食過一啲梯，甚至幫人抌過貨，還過債。好多人喺30幾歲嗰時會感到絕望，覺得自己係咪命中無福，注定要辛苦一生。然而佢哋唔知道嘅係2月出生嘅人，佢哋嘅命盤之中其實隱藏住一個意想不到嘅轉折點。呢個轉折點一旦到嚟，所有嘅梯欠都會成倍咁還返俾你。呢個到底係點樣嘅一個時機？文峰話你知，春木係需要時間生長嘅，只要過咗40歲，你前半生積體嘅善緣就會轉化為極大嘅晚年福報，你嘅身體會越嚟越健康，家庭會越嚟越和睦，而且你嘅溫和同智慧會深深咁滋養你嘅兒女。
你嘅子女往往書讀得好，懂事孝順，終晚年你注定衣食無憂，享受清福。當呢個關鍵嘅貴人出現嗰陣，2月出生嘅人命運會發生翻天覆地嘅變化。但你可能會問，我哋應該點樣識別身邊邊個先係可以帶你飛黃騰達嘅真正貴人，而邊個又係披住羊皮嘅狼呢？其實2月出生嘅人身邊嘅貴人往往唔係嗰啲甜言蜜語天天巴結你嘅人，反而常常係嗰啲對你提出中肯意見，喺關鍵時刻拉你一把嘅實幹家。呢啲人可能外表冷淡，但內心極其可靠。你只需要保持自己本真嘅善良，同時學會擦亮對眼，呢啲貴人自然會喺你最需要嘅時候出現。除咗貴人相助，2月出生嘅人喺中晚年仲有一筆隱藏嘅財富。呢筆財富唔係來自於高風險嘅投資，亦唔係來自於彩票，而是來自於一個你日日相處卻可能常常忽略嘅地方。你估唔估到呢個係咩呢？呢筆財富其實就係你嘅家庭同你嘅子女，因為春木之命具有極強嘅生發之氣，你對家庭嘅付出會好似雨露一樣滋潤你嘅下一代。2月出生嘅人晚年大多能夠享受到子孫滿堂承歡膝下嘅天倫之樂。你嘅孩子喺你嘅熏陶之下，唔單止孝順，而且喺社會上往往能夠取得唔錯嘅成就，成為你嘅底氣同依靠。不過2月出生嘅人喺通往呢個美滿晚年嘅路上，仲有一個必須避開嘅致命陷阱。如果呢個陷阱唔避開，再好嘅貴人運都可能會付諸東流。呢個究竟係一個點樣嘅性格軟肋？呢個軟肋就係優柔寡斷同缺乏界限感。因為你太善良，太驚傷害到人，常常喺面臨重大選擇嗰時猶豫不決，或者喺人際交往之中唔識得拒絕。文峰喺度要警醒你，善良必須帶點神芒，學會設立底線，你嘅春木之氣先可以長成參天大樹，而唔係任人修剪嘅灌木。跟住我哋睇第二個上等命嘅月份，龍八月。龍八月正值白露同秋分，亦係中秋佳節嘅月份。喺呢個季節入面，天地間嘅萬物已經成熟，金氣最旺，係一個代表豐收同成果嘅季節。生喺龍六八月嘅人性格通常極其果斷剛毅，做事黑白分明，眼中用唔得沙。你係一個非常有主見、不甘人後嘅人。當你見到8月出生嘅人嗰陣，你可能會覺得佢哋非常堅強，甚至有啲冷酷，但你絕對想不到，喺佢哋嗰張堅硬嘅外殼之下，其實隱藏住一個極其脆弱，甚至喺深夜入面默默流淚嘅靈魂。點解佢哋要承受呢種冰火兩重天嘅內心折磨？呢個係因為8月見酉，酉屬金，金代表住秋天肅殺之氣。8月出生嘅人天生自尊心極強，唔肯輕易向人示弱，佢哋寧願自己咬碎牙齒往肚裏吞，都唔願意喺人哋面前露出一絲一毫嘅疲態。呢種性格注定咗佢哋後生嗰時嘅坎坷。佢哋往往喺事業望落去順利嘅時候，突然遭遇意想不到嘅變故，或者被最信任嘅伙伴喺背後唔冷水咁樣。點解呢種近乎毀滅性嘅打擊，反而是佢哋成為上等命嘅必經之路呢？喺命理學之中，金不着不成器，鐵不煉不成鋼。8月出生嘅人，如果唔經歷後生嗰陣嘅呢啲磨滑同挫折，佢哋嘅豪芒就會流於表面，變成傷人傷己嘅利刃。只有經過生活嘅千修百煎，將嗰股暴躁尖銳嘅氣息磨走，轉化成沉穩內山嘅智慧，佢哋體內嘅真金先可以綻放出耀眼嘅光芒。因此8月出生嘅人往往屬於典型嘅大器晚成型。當佢哋經歷完呢番熔爐般嘅淬金之後，喺50歲左右，佢哋命盤之中嘅嗰個攀大財富就會被鐵底開啟。你或者會好奇，呢個財富究竟係以點樣嘅方式呈現在佢哋面前？係突然嘅升職加薪，定係某種意外嘅商業機遇？呢個財富嘅開啟往往唔係靠運氣，而係靠佢哋前期累積嘅深厚實力同人脈。8月出生嘅人喺中年之後，會突然發現自己身邊嘅資源開始整合，以前做過嘅嘢、累積嘅經驗，喺呢個時候全部都連成咗一條線。你會遇到一個能夠俾你施展畢生所學嘅巨大平台，或者係一個能夠帶來穩定豐厚回報嘅長線投資機會。呢個時候嘅財富增值往往係爆發式嘅。然而財富大開雖然令人興奮，但8月出生嘅人亦必須面對一個嚴酷嘅現實。如果唔學識點樣守住呢個財富到手嘅財富，好可能會好似流沙一樣喺手指罅入面流走咁樣。守住8月財富嘅終極秘訣究竟係咩？
守住財富嘅秘訣在於一個和字，金氣太旺就容易折斷，水能泄金，木能培金。8月出生嘅人，中年以後必須學會放低姿態，收審脾氣。喺家庭之中唔好成日對伴侶同仔女指手畫腳，太過嚴苛。喺事業上面要識得同人分利，唔好將着數佔盡。只有學識咗水嘅柔和同包容，你嘅財富先可以好似細水長流一樣，穩穩咁留喺你嘅口袋入面。而最令人羨慕嘅係8月出生嘅人，佢哋晚年嘅福氣唔單止限於自己，仲會深深咁烙印喺佢哋嘅子孫後代身上。呢啲孩子長大之後會展現出一種令人驚靚嘅特質，直接決定你成個家族嘅興衰。呢個到底係點樣嘅一種特質？呢種特質就係極強嘅自律同進取心。因為8月出生嘅人對孩子要求嚴格，言傳身教之下，佢哋嘅子女由細到大都非常有擔當，做嘢有始有終，絕唔會成為敗家仔。兒女喺出面做事能夠獨當一面，極之容易創造出一番大事業。晚年兒女唔單止會成為你嘅煎熬，更會爭住孝敬你、奉養你。最後，我哋嚟傾下第3個來頭極大嘅月份——農曆11月。農曆11月是一年之中最寒冷嘅冬至月份。冬至一陽生，雖然地表寒冷，但地底深處已經有一股全身溫暖嘅生命力量喺度悄悄凝聚喺五行之中。11月屬水，水主管大智慧生喺農曆11月嘅人，通常心思極其細密冷靜，擅長喺幕後策劃，有着常人難以企及嘅深謀遠慮。講到11月，好多人會諗到天寒地凍、萬物凋零，但你又知唔知道喺呢個冰天雪地嘅最深處，其實正孕育住成個宇宙之中最強大、最神秘嘅一股生命力量。呢股力量對11月出生嘅人嚟講，究竟代表住啲咩呢？呢股力量就係生命嘅種子，亦即係我哋常講嘅生機。11月出生嘅人雖然外表睇落去平靜如水，甚至有時候顯得有啲孤僻唔合群，但係佢哋嘅內心世界極其豐富，學習能力同領悟能力極強。佢哋就好似一口深不見底嘅古井，表面波瀾不驚，底下一早勒藏住無窮無盡嘅金泉。呢種奇特嘅自然天時，賦予咗11月出生者一種超凡脫俗嘅智慧。佢哋睇問題嘅方式同普通人完全唔同咁樣。呢種近乎直覺嘅洞察力，又是點樣喺佢哋平時嘅社交同工作之中轉化為源源不斷嘅暗財呢？喺財富格局上面，農曆11月出生嘅人，天生自帶嘅係暗財同偏財運。你可能平時非常低調，不顯山不露水，喺朋友圈入面從不炫富，甚至喺人哋眼中顯得有啲普通。但係你嘅名下或者你嘅口袋入面，往往有着旁人意想不到嘅資產或者副業收入。你非常擅長喺人哋睇唔到嘅地方默默耕耘，然後俾所有人一個巨大嘅驚喜。呢個喺命理學上叫做屋下藏金。你身邊一定有咁樣嘅人，平時睇落去過數無華，甚至有啲孤寒，但一到關鍵時刻，佢可以攞出嚟嘅資金或者資源，卻能夠令所有人大吃一驚。呢個正係11月出生嘅典型特徵。但係呢種暗財到底係由邊度嚟嘅？難道真係憑空跌落嚟嘅咩？當然唔係憑空跌落嚟嘅。11月出生嘅人，佢哋嘅暗財來自於佢哋超凡嘅忍耐力同敏銳嘅商業嗅覺。佢哋往往能夠發現人哋忽略嘅商機，並且能夠耐得住寂寞，喺人哋都放棄嘅時候默默堅守，直到最後迎來豐收。佢哋唔靠投機取巧，靠嘅係時間嘅複利同智慧嘅沉澱。除咗財富之外，11月出生嘅人喺家庭運勢上面，亦都有着得天獨厚嘅優勢。尤其是呢個月份出生嘅女性，命理學之中有一句極高評價嘅說話嚟形容佢哋呢句話，甚至關係到3代人嘅興旺。嗰句究竟係點樣嘅一句話？呢句話就係女命旺夫，男命立業。11月出生嘅女性天生帶有水嘅溫柔同堅穩，佢哋能夠好好咁調和家庭之中嘅各種矛盾，成為丈夫最堅實嘅後盾同智囊。娶到佢哋嘅男人事業往往能夠節節高升。而11月出生嘅男性則深謀遠慮，能夠憑藉自己嘅智慧同耐力，白手起家，為家族打下堅實嘅基業。然而11月出生嘅人雖然智慧過人，福氣深厚，但佢哋內心深處亦隱藏住一個巨大嘅陰影。呢個陰影如果唔及時驅散，可能會在中晚年轉化為身體或者精神上嘅金疾。我哋應該點樣識別同化解呢個潛在嘅危機？呢個陰影就係孤獨感同消極情緒。
因為水太旺太凍，11月出生嘅人容易諗得太多，陷入自尋煩惱嘅怪圈入面。文峰建議你哋平時要多啲接觸陽光，多啲同性格開朗、積極向上嘅朋友交往。喺飲食同生活習慣上面，亦都要注意防寒保暖，多啲食一啲溫熱嘅食物。只有令體內嘅水流動起來、溫暖起來，你嘅智慧同財富先可以真正轉化為晚年嘅福壽相傳。聽到呢度，你可能會產生一個疑問：如果我唔喺呢3個月份出生，係咪就代表我呢一世同上等命無緣呢？或者話嗰啲喺呢3個月份出生嘅人就可以躺喺屋企無所事事咁等好運降臨呢？其實無論係生喺邊一個月份，老祖宗留落嚟嘅八字命理學從來都唔係為咗等我哋躺喺度等命運嘅安排，更唔係為咗等我哋自暴自棄。命理學是一門工具，佢係為咗等我哋睇清自己嘅優勢同天時，喺啱嘅時間做啱嘅事情。事實上，命理學嘅終極秘密從來都唔係為咗令我哋向命運低頭，而係為咗令我哋喺人生嘅劇本入面揾到嗰條阻力最小、收穫最大嘅升級通道。咁樣點樣通過後天嘅調整，將任何一個普通命盤都夾硬扭轉成上等命呢？呢個就係文風常講嘅一命二運三風水四積陰德五讀書。命運雖然有其先天嘅定數，但後天嘅變數同樣巨大。通過積德行善，我哋可以改變自己同家人嘅磁場；通過讀書學習，我哋可以提升自己嘅智慧同認知。只要你個心通咗，你嘅運自然就通。呢個就係點解文風一直強調心通則命通。而家我想請大家靜下心嚟，打醒12分精神，諗下喺你過往嘅人生之中，有冇邊一個瞬間你突然感覺自己嘅運氣變好咗？嗰個瞬間你究竟做啱咗啲咩？或者嗰個時候你剛剛做咗一件唔求回報嘅善事，或者嗰個時候你終於放低咗心中嘅某段執念，又或者你只係喺面對困難嗰陣多咗一份堅持同微笑。其實呢啲就係你喺用後天嘅修行去彌補先天氣場嘅不足，去為自己催旺福報。當我哋將呢啲天地運行嘅規律同人生嘅智慧融會貫通嗰時，你會發現好運其實一直都喺你嘅身邊，只等你去開啟。而呢個開啟嘅鎖匙，其實就藏喺我哋接落嚟嘅幾說話入面。如果你生喺龍路嘅呢3個月份，請好好珍惜同善待你天生自帶嘅呢份深厚福報。多做善事，多結善緣，等呢份福氣能夠綿延俾你嘅子孫後代。如果你唔喺呢3個月份，亦請唔好氣餒。通過後天嘅修心修行提升認知，你同樣能夠為自己修嚟一個圓滿富足嘅晚年。希望文峰今日分享嘅呢啲關於龍年月份同命運嘅奧秘，能夠解答大家心中嘅一啲迷茫，帶俾大家前行嘅力量。喺呢個圈鎖嘅世界入面，願我哋都能夠揾到內心嘅平靜，睇清自己嘅路，行好每一步。如果您覺得今日文峰分享嘅內容對您有所啟發，或者令您對自己嘅命運有了新嘅認識，請一定要幫手點讚呢條影片，並且訂閱我哋嘅文峰智慧講堂，亦都唔好忘記開啟格林嘅小鈴鐺。咁樣一嚟，每當我有最新嘅風水佈局、面相識人以及流年運勢分享嗰時，您就能夠喺第一時間收到通知，絕對唔會錯過任何一個催旺人生福報、把握天時地利嘅機會。非常歡迎大家喺評論區留言，分享您或者您嘅家人係龍幾月份出生嘅，喺生活入面，您係咪都感受到呢份天生嘅磁場影響？或者喺面對人生嘅坎坷嗰時，您又係點樣化解、點樣轉運嘅？我哋一齊喺評論區交流探討，文峰亦都會喺公餘時間隨機為大家進行解答同交流，希望能為大家嘅人生路指點迷津。天地有大美而不言，世事有明法而不議。願大家都能夠順應天時，把握命運，活出屬於自己嘅精彩人生。多謝大家，我哋下期再見。